喺呢個中環或者尖沙咀，求其一間精品咖啡店坐低，望住出面嗰啲行色匆匆、面目模糊嘅所謂精英，你真係會覺得呢個世界好似一架停唔到落嚟嘅廢鐵火車。大家咁辛苦揾食，到底係為咗乜？係咪真係好似嗰啲管理學大師講到咁理想？今日想同你傾下亞伯拉罕馬斯洛 （Abraham Maslow） 嗰本《動機與人格》（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）。好多人一聽馬斯洛就淨係識得嗰個乜嘢需求層次金字塔，搞到好似玩 RPG 升級咁，升完一級就到下一級。其實呢本書講嘅嘢，比起嗰啲 HR 用嚟洗腦嘅簡化版 PPT 深得多，甚至可以話係帶住一種對人性好殘酷、好赤裸嘅剖析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呢啲所謂嘅需求，唔係好似上樓梯咁，一定要100%滿足咗下面嗰層先至可以去上面。馬斯洛自己都講過，呢一啲係一種相對優勢嘅變化。就攞我哋呢一班香港人嚟講，可能生理需求滿足咗85%，但安全感可能得70%，去到自我實現可能連1%都冇。我哋心入面嗰啲需求就好似收音機嘅音量掣咁，喺唔同階段有唔同嘅聲浪。有時想揾錢買樓嗰把聲大啲，有時想揾人愛嗰把聲又會突然刺耳。講到最底層嘅生理需求，馬斯洛舉咗個好極端但好真實嘅例子，一個餓到就嚟死嘅人，佢成個腦入面淨係得食。咩尊嚴、自由、藝術，喺嗰一刻通通都係廢話。呢個就係基本需求嘅優勢力量。睇翻而家啲人，雖然未必會餓死，但嗰種對物質匱乏嘅恐懼，其實同嗰個餓緊嘅人冇分別。再上一層係安全需求，呢樣嘢喺細路仔身上睇得最清楚。佢哋需要規律，需要秩序。但你睇下我哋呢個社會，大人其實都係一樣。馬斯洛觀察到，有啲人點解會變成強迫症，或者生活得咁刻板，其實係因為佢哋心入面有種極深嘅不安感，唯有靠捉住一啲可以控制嘅規矩，先至覺得自己唔會崩潰。呢一種對可預測性嘅病態追求，其實係一種心理防衛機制。講到歸屬與愛，呢個先係最諷刺嘅地方。而家社交媒體咁發達，每個人好似有幾千個 friend。但馬斯洛提醒我哋，嗰種真正被接納、有部落感嘅深刻連結，反而越嚟越難揾。好多人搞唔清楚性同愛。馬斯洛一針見血咁講，性可以純粹係生理需求，但健康嘅性應該係表達親密同愛嘅方式。如果你將兩者混為一談，你永遠都唔會明白咩叫真愛。而家好多人去參加埋啲咩興趣小組、咩工作團隊，其實都係想填補心入面嗰個窿。如果呢一種需求得唔到健康嘅滿足，人就會容易被一啲極端組織或者幫派吸引，因為嗰度提供咗一種假嘅歸屬感。至於尊重需求，馬斯洛將佢分開兩部分：內在嘅自我尊重同外在嘅他人認可。最悲哀嘅係，好多人成世都係追求緊嗰啲虛浮嘅名氣或者吹捧。馬斯洛話，最穩固嘅自尊一定要建立喺實實在在嘅能力同成就上面。如果你冇嗰種底氣，就算全世界都讚你，你心入面都係覺得自己係個騙子，覺得自卑同無助。當你以為呢一啲匱乏性需求填補完就完啦，咁你就太天真。馬斯洛話，呢個時候自我實現呢一種更高級嘅動力就會走出嚟。一個人能夠成為咩，佢就必須成為咩。呢句說話聽落好浪漫，但其實好沉重。馬斯洛研究過嗰啲所謂自我實現嘅人，例如愛因斯坦或者羅斯福，發現佢哋有種好特別嘅特質，佢哋更能夠接受現實嘅不完美，甚至接受自己同別人嘅缺點。佢哋唔裝，好真實，而且佢哋更關心點樣解決外界嘅問題，而唔係整天圍繞住自己嗰啲雞毛蒜皮嘅私事。佢哋仲會有一種高峰體驗 （peak experience）， 嗰種同世界合一、無比充實嘅瞬間。呢種體驗唔係每個人都有，更多嘅人係生活喺約拿情節 （Jonah Complex） 入邊。呢個名出自聖經故事，講過先知約拿因為驚而逃避上帝俾佢嘅任務。我哋好多人其實都係害怕成功，害怕發揮潛力，害怕承擔隨之而嚟嘅責任。我哋潛意識入面成日覺得我不配，覺得未知嘅挑戰太恐怖，所以寧願縮翻喺自己個舒適圈入面做個庸才。
呢一種對自身偉大嘅恐懼，先至係我哋成長最大嘅敵人。仲有馬斯洛有個牢騷理論 （Grumble Theory）， 我覺得簡直係神來之筆。佢話人係永遠唔會停止抱怨㗎，只不過係抱怨升級咗。以前冇飯食，你抱怨肚餓；而家有屋住有飯食，你抱怨工作冇意義，社會唔夠理想。馬斯洛甚至笑住講：你想知一個人嘅層次去到邊？聽下佢平時抱怨啲乜就知。抱怨嘅升級其實係社會進步同個人成長嘅標誌。所以如果你覺得生活好空虛、好冇意義，起碼證明你啲基本需求都滿足得唔錯。但係最令人感到絕望嘅係馬斯洛晚年提出嘅超越性病態 metapathology。佢話就算你所有基本需求都滿足晒，甚至你已經做到自我實現啦，但如果你對真理、美、公正、善呢啲終極價值失去咗追求或者連結，你仍然會感受到一種深層次嘅冷漠、空虛同絕望，即係話你乜都唔缺，但你仍然係病㗎。呢種係一種高級嘅病態。睇完呢本書，你會發覺馬斯洛唔係想為你飲心靈雞湯，佢係想話俾你聽，人性係好複雜、好多層次㗎。除咗食飽、有人愛、受人尊重之外，我哋天生仲有認知需求，去探索未知；有審美需求，去追求秩序同美感。如果你長期壓抑呢啲需求，你會變得憤世嫉俗，連腦袋都唔好使。喺香港呢個水泥叢林入面，我哋每日都喺生存同生活之間掙扎。馬斯洛嘅地圖雖然畫得好靚，但係要真正行到去自我超越嗰一邊，其實要好大嘅勇氣。你要面對自己嘅恐懼，你要接受現實嘅殘酷，你仲要喺一堆廢話入面揾到屬於你自己嗰份意義。呢個世界係咁㗎啦，每個人都係被呢一啲內在嘅需求推住行。但我哋起碼可以試下，唔好淨係喺度發嗰啲低級嘅牢騷，試下將自己嘅眼光放遠少少，睇下除咗揾食之外，仲有冇一啲終極價值係值得我哋去追求。雖然呢一條路好難行，但好過你成世都活喺一種乜都唔缺，但唔知做乜嘅空虛入面。你話係唔係？